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耶稣听你，耶稣听你。真欢喜，咱佮经过一礼拜工作无闲，伫圣主日，咱佮会当到伫圣殿伫遮做伙组织来敬拜上帝。首先邀请大家，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恩典的主，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无限的听，充满伫阮每一时刻。主啊，伫圣主日，阮来到圣殿。 要来敬拜，主，阮知，阮是你所听的，阮意爱到伫圣殿来朝见你。恳求天父上帝，你找见圣神，甲阮同在，互阮有敬拜的灵，互阮伫即个所在享受敬拜的喜乐，完将下面的时间，完全来仰望天父上帝你的带领，安尼祈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今仔日较特别要用一个乐器来带领即个敬拜每一首诗歌的头前我拢会用即个乐器互大家先安静心接煞咱才来吟诗。 来，我来亲近耶稣，以为主大好，心内老有忧闷，以互我。 快乐，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皆欢喜，伊温柔叫水行，亲像我家己。我来亲近耶稣。 听祈祷，因为深深听我担当受苦。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皆欢喜，伊温柔叫水行，亲像。 我家己，我来亲近耶稣，伊会看我手，温顺带我真正入天堂地球，我来亲近耶稣。 心就皆欢喜，伊温柔叫水行，亲像我家己，也甲快乐世行，伫白衫通穿，挑起我的救主应。 秘密间，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皆欢喜，伊温柔叫水行，亲像我家己。
而这你有爱亲近耶稣吗？耶稣用温柔咧甲咱一声咧甲咱叫，咱就爱时常去条日子。接续咱来吟474首。什么会使我清气？主的保护会使咱清气。求主用伊的保护来遮看咱，洗清咱的罪。什么会使我清气？只有主耶稣的保护。什么会依我心切？只有主耶稣的保护。上帝顺转有过，我心免该恶落。把米汤可，只有靠主耶稣的保护，我的下罪的福气，只靠主耶稣的保护，我的天父清罪义，只靠主耶稣的保护，上帝顺转有过。我心免该恶落，拢无把米汤可，只有主耶稣的保护。家己所行无公路，只靠主耶稣的保护。除着天父教我好。只靠主耶稣的保护，上帝顺转有过，我心免该恶落，拢无把米汤可，只有主耶稣的保护，爱的心内的安宁。只靠主耶稣的保护，爱的诚心来加成，只靠主耶稣的保护，上帝顺转有过，我心免该恶落，拢无把米汤可。只有主耶稣的保护。感谢主耶稣为咱的罪受钉伫十字架顶，流出保护，洗清咱的罪。求主赏赐咱有换心正直的心。互咱的内面有正直的心，咱接续来吟246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求主甲咱做清气的心，互咱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
上帝跳通压过一切，天天欢喜降落地，求你点阮秘密心内，显出你的大仁爱，求主你是主秘里面，你的听无限顺志，将你求阮一时降临，真情愿行遐的事。全能求主喜乐千求，主你我命愿承受，做你圣殿，愿你降临，永远无你点惋惜。我要亲像天使天君，时常学落你大恩，永远感谢学落生命，荣耀你完全的听。求你定心做阮心事，清气无甜无了味，互阮看见你大救恩，完全归荣来身躯，互阮永更搁再永更，依靠阮真日落雨，风险免流伫主面前，雨露千户永无停。兄弟，咱拢是一群真有福气的人，因为有主耶稣做咱至好的朋友，有主耶稣做咱至好的朋友。检查伫你的生活，各种的境遇有足侪的艰难甲问题，你拢会当甲上帝祈祷，甲主耶稣祈祷，主耶稣会用手压榨保护，主耶稣知咱一切的需要。接煞，咱来吟275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做歌甲烦恼，真正咱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讨，心肝常常是落平安。我愈艰苦事，这是对咱袂有深信，袂有放心交托主。咸菜拄着就问一个，也是啥物大烦恼？较毋通常常失志，着将大项来祈祷。
到这真重，甘愿体贴万载好。耶稣在咱心的软弱，将这苦事来祈祷。世事也咱拢无亏难，亲像担担要跋倒。一大救主咱通亲近，万事拢通对讨。朋友若有看见严这，通将这事来祈祷。主的应手这查甫，心通安然免烦恼。伫人生每一个坎站，拢有无同款的体会。我的囡仔拢大汉啦，伊拢出外读册，无伫身边。我着常常为因咧祈祷。咱的教会的细囝，因要考试，伫后礼拜有人要考大学，搁过有人要考高中，我嘛将这事来祈祷。逐摆伫即个所在看到侪侪年长的长辈，我嘛求主的圣神甲因同在，互伊每一日拢领受主你对主来满足的喜乐，永远的快乐，互因心欢喜，心快乐，肉体安然徛起每一日。最近，我的家庭有遇到一寡问题，感谢主，因为遇到这个问题时，我才知影祈祷倚靠主的重要。我开始甲我的妇人人手牵手，三角祈祷，上帝就怜悯阮，互阮拄到问题得到改善。水野老师已经一段时间困眠无好，阮会做伙祈祷，求上帝怜悯。上帝真正听阮的祈祷，感谢主。邀请你搁一摆，将你的需要来交托给主，甲主祈祷。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开声，搁一摆来吟这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真正咱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讨，心肝常常是乐平安，兜兜看愈艰苦事，这是对咱袂有深视，袂有放心交托主。咸菜拄着油问一个，也是啥物大烦恼？着较毋通常常失志，着将大项来祈祷。咸有朋友到这真重，甘愿体贴万载好。耶稣在咱心的软弱，将这苦事来祈祷。世事也咱拢无亏
啊，亲像大大要跋倒，一大求主咱通亲近，万事拢通对讨。朋友若有看见严这，通将这事来祈祷。主会用手惹查甫，心通安然免烦恼。主耶稣，伊知影咱心的软弱。伊的确，伊是信实的上帝，伊的确要用伊的手遮查保护咱的心，通安然免烦恼。这煞咱来吟，明日只有信靠主。明日只有信靠主。咱中也信靠主，虽望我的心真切，信靠主就天稳定，时时刻刻信靠主，日子快过就靠主。无论啥事在包围，心靠主就得稳惠。求主相信献出根，将我罪人我都得，修理因错我。主做的头白，时时刻刻心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啥事在包围，心靠主就得稳惠。路途边他着吟诗，路中听也求求伊，拄着危险免摇喘，心靠主就得应传，时时刻刻心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啥事在包围，心靠主就得稳惠。真一世人心靠主，地虽毁无也靠主，我袂通入白厝，这是靠主的恩赐，时时刻刻心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啥事在包围，心靠主就得时时刻刻，时时刻刻心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啥事在包围，心靠主就得稳惠，时时刻刻。
者将你的艰难交予主，信靠主，你就要得到恩惠。上帝会替你排解，上帝听伊为着听伊的人所陪伴的，超过咱的所求所想，时时刻刻。时刻刻辛苦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啥事地包围，辛苦主就得恩惠。这是咱三甲做早起的敬拜，请奏乐。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世间情人拢着感情，天生听伫面前。无论我如世间小事，哪项阮在你相思？上帝讲你你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虔。三甲来吟圣诗55首。我信全能上帝，永远做我天父，仁爱阳光，光明照全，公义治理天下，请起立吟全首。
最上最高，定是你嘅献心最切，亲爱的永不多。我深信你的心，当念感我安眠，爱人不行，家人承认，我必丢定心。我心三位一体，并行相信上帝。当体当行，当心当情，存归永远无题。阿门。请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岛任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活命。阿免，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13篇，启应文13篇。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尔。直到你讲话时显明做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切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黄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三甲过来吟圣诗圣诗246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天顶欢喜降落地。求你点阮卑微心内，显出你极大仁爱。救主，你是慈悲怜悯，你的疼无限纯真，将你救恩即时降临，进入阮惊吓的心，请坐咧吟全首。
咱三甲来祈祷，感谢上帝保守平安。今日阮来到礼拜堂敬拜上帝，最近塔宗教的活动扰乱阮的心，求主保守阮兄弟的信仰，互阮确信阮所信的上帝是独一真的真神。在日常的生活中，阮的言语行为也有世俗化的现象。求主保守阮守基督徒该守的本分。即时阮也要读圣经，通过圣经的记载，有牧师讲解甲分享，互阮每一个会友得到信仰甲生活的智慧。祈祷感谢，靠主的名求，阿门。赞美请圣歌队。
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记在新约罗马人书12章1节到3节。罗马人书12章1节到3节。第1节，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怜悯，劝恁献家己身躯做祭，是活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无得甲即世间相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换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良善、通欢喜、宣传的旨意。因为我对所互我阮甲恁中间逐人讲，恁所想来测度家己，毋通搬过伫应该所想的，所想着安分来想，照上帝所赏赐逐人信的分量，以上正道更新变换者写信中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会当来到德登教会感谢上帝恩典感谢曾牧师、陈牧师的安排互我对久1997年来德登教会实习2-3个月时间德登教会老实讲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可能你毋知有偌大啦吼，毋过甲你讲足大的吼。我伫德登教会的时间，兄弟姊妹好的情谊、好的款待曾牧师、陈牧师对我伫即个学习牧养教会的过程的中间对我来讲是有真大的帮助吼，亲像我熟练的导师共款吼所以我来德登教会这段时间，伫1997年的时阵吼我要离开的时阵吼，我家己心内暗暗下一个愿呐，我甲上帝祈祷讲吼，即个有一天吼，我若会当去教会牧养教会时阵吼，我想要建立一间教会，亲像咱德登教会共款的教会，这是我心内会下的愿吼。你知影人信心嘛？你知影我意思无？你若求恩典吼，毋是恩典来是苦难来苦难来，互你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迄阵我知影讲，我即个祈祷是我人生袂当讲人生，我人生还袂过了啦是我即个人开始，我上帝呼召我牧会牧养痛苦的开始即我2000年毕业了后进入洛杉矶的台湾人台语的教会来牧养我才知影讲实在是无简单。即今仔日我要讲的主题有关系咱先三甲头来祈祷。我嘛要求你替我祈祷互我今仔日所讲的互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祝福家己的。咱三甲来祈祷，奉主的名，主耶稣，今仔是伫阮的中间，圣神要来开阮的心思意念，互讲的、听的。互阮每一个人的心拢欢喜来领受对圣神满满的恩典，甲开拓你真道的开力，互阮即个时间会当完完全全享受伫主的奥妙甲上帝听的内面。阮恭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摆伫你手中，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恳求。阿门。我开始牧养对2000年开始我拄则有讲，我家己祈祷主讲主我要建立一间教会，亲像德登教会共款自迄天开始我的即个教会的生活就足痛苦的，是安怎痛苦？因为我足拍拼，我足努力的，我做足侪计划，自头到暗拢无休困，3年
我就 burn out， 英语讲 burn out 吼，啊台语讲烧歹，我真正烧歹去啊吼，辣条两头烧吼，烧啊吼，跩破病，住病院3礼拜啊，吼，医生讲你过劳啊，压力过大吼，哦，我实在是感觉足挫折感足大的吼，我住伫病院迄几礼拜中间吼，我上帝讲主啊，我安尼有够起啊，我毋免阁做牧师啊啦，我已经吼足忝的，足辛苦的，啊足着磨的吼。太难了啦吼！我想要放弃吼，所以迄个时阵，我心内有一个怨气吼。我甲上帝祈祷讲吼，我无爱做啊吼，你做，我无爱做，你做哦吼。想无到请问咱祈祷时会使受气无？会无？你祈祷时有受气无？有吼，啊你有甲上帝受气无？你拢毋敢讲吼，我有啦，吼我老实讲我有啦吼。啊我甲上帝气讲吼。哦，我实在吼挡袂牢啊吼，啊吼，其实吼后来我发现吼，即个心灵诚实，即个倾心吐意的祈祷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你受气甲上帝，我主啊，我足气。诗篇你若看吼，对100篇以后吼，哦，足侪受气的诗吼，其实迄毋是诗啦，迄是人的祈祷啊。迄个诗的内面，就是充满足侪你心内的迄个情绪对上帝的祈祷吼。我伫我上深伫牧养教会迄个挫折感吼，我对拢总甲主吐出来。请问你知影我的问题是啥无？你知无？啊？你毋知？其实你知，你毋敢讲啦。吼，我的问题就是骄傲啦，就是心里骄傲吼。因为吼，我讲我要建立教会，亲像德堂教会，我。是我哦，吼，所以问题出伫我的 motivation 就是你的动机啊，吼，你的动机出了问题吼。我讲我要，毋是上帝要哦，吼，是我要去做，毋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时间甲上帝的方法哦。吼，希望迄个目标哪亲像真好，希望迄个目标哪亲像是哇，即个逐个人拢欢喜的，毋过迄是我，迄个自我、迄个ego啦吼。啊！你知影做上帝工嘛会当有私心，你知无？你知无？大家拢毋敢应是。我甲你讲，做上帝工有时阵吼，人有足侪私心伫内底吼。主爱咱将即个私心摕掉，咱的动机一定爱健康吼。啊无吼，咱做的工吼，拢是空，拢是白。所以英语有一字我感觉足趣味，我定定读即字我拢家己有真侪反省，叫做 impossible 吼。你知 impossible 是不可能吼，迄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的无可能的任务吼 ，impossible 吼，你若甲即个 impossible 的 I am 摕掉，就变做啥 ？possible 就是可能啦，啊，即个 I am 吼，就是我 ，I am 有无英语 I am 简写 I am 吼，所以 impossible 甲 I am 甲我摕掉。凡事都 possible 吼，所以有真侪时阵，人伫困难的中间行袂落的原因，通常是你我的私心，特别是我啦，我的私心，互我的事工行袂落，吼啊，我的私心是上帝做工上大的塔盖。你捌想过你的私心是上帝做工上大的塔盖无？哦。Oh my God！ 主啊，求你赦免我吼！我咧追求迄个外巧、外表看起来真复兴、真热情、真欢喜，毋过信仰的本质、信仰的内涵、信仰的过程，我拢感觉无重要。我错了啦！吼，所以我伫上帝面头前，我伫病院这段时间，哦，我暗时困袂去吼，特别是伫2-3点，你知影吼？你若暗时困袂去，特别是伫2-3点的时阵吼，即个心理学家讲，这是人的即个 consciousness， 人的即个良知吼，上低的时阵吼，真侪时阵，上帝就伫2-3点的中间对你讲话。你捌2-3点困袂去，醒起来啊，心内安尼敢若有动荡，你捌无？有吼，迄个时阵我甲你讲，你爱起来祈祷咧。吼，你若起来祈祷，上帝灵就透过主的感动来对你讲话吼。所以我伫迄个
每一暗2、3点的中间吼，上帝不断透放我心内真侪的即个挫折感。暗时啊困袂去，我就起来祈祷。我心内真痛苦，我伫主的面头前悔改真多吼。上帝就伫伊丰富灵敏的恩典的中间来赦免我。哦，这是我足深的体会。当你祈祷讲主啊，我的所有一切心中的罪恶，甲迄个自私来到主的面头前的时阵，主就伫恩典灵敏的中间来赦免咱。赦免我吼，所以我读着保罗罗马书今仔日12章第1节的中间，保罗讲：我用上帝的怜悯啊，我用上帝的慈悲来苛刻你吼。所以啊，这你敢知影？上帝的慈悲甲怜悯吼，是咱信仰中间上吸引人的部分啊。上帝的慈悲甲怜悯吼，好哩啊加在保罗用上帝的慈悲甲怜悯苛刻咱吼。伊毋是用上帝的公义审判甲受气来苛刻咱哦，啊，若用上帝的受气甲公义审判来苛刻咱的时阵，会安怎？你敢知？伊若用上帝的公义吼，可能吼审判的时间吼，随时就到伫咱的生活中间吼。所以人的私心、人的罪恶吼、人的不义，袂当成就上帝的荣耀啊！这是我足深的体会。我想要做义的代志，毋过我做袂到，我所做出来拢是一寡不义的、无好的代志。所以我伫上帝面头前悔改认罪，大剃头流目屎吼，因为我想要成就我家己感觉迄个荣耀的款式。迄个焦点是我，这毋对啦。焦点是上帝是主。我为着要满足家己的成就感，无听上帝宣传良善通欢喜的旨意吼。我袂记你一项真重要的，嘛是真简单的真理，就是上帝的教会吼，爱定定祈祷听主的声。上帝的教会爱定定祈祷听主的声吼。有简单无？这个真理有简单无？简单吼。啊，有困难无？有困难，定定祈祷听做啥困难无？我甲你讲啊，真理就是佫简单佫困难啦。吼，读圣经有简单无？简单啊，有困难无？足困难诶！你若好好啊读，好好啊对圣经来体会、来反省咱家己心中诶黑暗吼。我甲你讲，佫简单佫困难，真理就是又简单又困难啦，这叫做真理啊吼。咱一定爱用上帝诶方法来行事来做工。所有的方法拢爱转来伫祈祷的内面吼，所以保罗讲，将你的身躯来献上啊，献互主的意思就是讲，当你将你家己献互主的时阵吼，你毋是你家己的主啊，所以你袂当阁做主啊。我真爱台语吼，我以前台语无介好吼逐礼拜讲道，阮兄弟姊妹伫后壁，拢会甲我抄牧师今仔日讲啥物台语讲毋对。我若下台的时阵吼，就会台语课啊，麻烦大家嘛替我抄一下。我若倒一字念无好吼，等下大家教一下吼。你若将你家己献互主，你就袂当阁做主啊。凡事拢爱听主的，连心思意念要去打落，要做啥，你爱放落所有一切心思，祈祷直到上帝允准为止啊。祈祷直到上帝允准为止吼，咱无搁再是咱家己的主人，咱的主人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你已经将你的身躯、心灵、全人拢总献互伊，你就是迄个神圣圣洁的器具啊！所以保罗伊伫即个是嘞吼，我拢伤激动，我拢冰岛，毋是啦，毋是冰岛。迄个保罗咧传福音的时阵吼，伊真侪教会，加拉太、哥林多、以弗所，拢足爱保罗的讲道，拢足爱听保罗的讲道，听啊足享受的吼。保罗若去一个所在，拢住2个月、3个月，甚至半冬吼。大家拢真享受，甲保罗同在的时阵吼。即个因听保罗讲道，听了保罗隔一段时间要去后一间教会吼，因拢依依不舍，大家流目屎，保罗你莫走吼。
伊讲保罗，你当时会阁转来阮遮来牧养阮，来互阮交代，来互阮即个建立美好的情谊保罗常常讲一句话伊讲主若肯，咱就阁要相见；主若肯，咱就要阁相见请问即句话什么意思意思是讲主若毋肯，主若毋肯就安尼，主若毋肯就安尼啦，意思是讲，咱的决定权，咱的所有的决定的即个权利拢是伫主耶稣的内面，我感觉伫即个中间，我家己太骄傲太无知太天真因为所有的一切，包括咱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国家，包括世界的变化，一切拢伫主的掌权的内面。毋过人却常常感觉我会当掌权，我要争夺，我要做啥，我要计划，一切拢是主若肯，上帝若肯咱就会当；主若毋肯若毋肯就安尼就安尼啦。真正就是就安尼好了加在主用伊的慈悲怜悯苦劝我，互我会当悔改认罪互我伫身躯真无爽快的中间来回想主伫我身上的计划迄个时阵我就毋敢，我真正是毋敢毋敢固在家己的意思来牧养教会，来对人讲话，甚至要去打扰，要做啥物计划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什么变化啦，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啦所以你看咱的疫情计划赶不上变化，加在主的怜悯互咱台湾会当大家拢真正伫上帝的果手的中间若有机会我再甲你分享美国发生什么代志这个毋是今仔日的主题所以我毋敢讲过来我拢无拄着什么困难毋过我学习到一个祈祷的功课啦。若毋知就祈祷，转来主的面头前，问主的心意，问主讲主你要爱我安怎有一遍我伫足受气的中间伫教会甲同工的中间有足受气的代志我就伫主的面头前受气祈祷讲主你哪互即个同工安怎我伫祈祷的中间搁咧骂人祈祷嘛会使骂人，你知无？祈祷有时阵拢会变做骂人的祈祷后来主对我的感动就是讲伊就是无所在通会当牧养伊，我才下伫恁教会啦。你搁安尼款待伊，伊就是伫各教会中间拢无人要爱伊，所以我才下伫恁教会来，互你做羊你搁安尼对待伊，自迄阵开始我就甲我的喙紧禁起来，讲主求你赦免我原来你将你上疼上困难的羊下伫我的羊条的内面，互我用你的疼来专心听伊，来牧养伊所以一切我拢毋敢讲任何的，我就是专心替伊来祈祷，因为过去伊受到真济的伤害，所以所有一切伫我身躯边发生的代志，拢是上帝交互我来牧养的所以圣经在讲，毋通华语讲不要效法。英语讲 do not conform， 就是毋通学习迄个世界的方法啦，用世界的价值观要来看教会上帝的事工，咱就用精神变化，用心灵来求问主讲，什么是主的心意一只佫有一个字叫做测验英语叫做 discern。discern 就是你定定爱确认讲，这是毋是上帝要做迄个顺全良善、通欢喜的旨意保罗讲毋通甲世界的价值观共款我甲你讲世界永远袂甲你讲我就是魔鬼啦我即马要叫你做歹代志你着做这个做这个逐项拢歹我甲你讲魔鬼绝对袂安尼甲你讲话，魔鬼甲你讲我哪亲像天使用天使的面容。用天使讲话的方式甲你讲咱做安尼虽讲是小恶啦，无啥好，毋过咱有一个更较大的良善的目标即个目标真赞嘛是为着要荣耀大家，嘛是要荣耀众人，甚至荣耀上帝。
魔鬼咧讲的话吼，拢是甜言蜜语，你相信无？魔鬼讲的话吼，拢足好听的呢，啊一步一步吼，啊到上尾吼，你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吼，所以英语有一句话讲吼 ，partial truth， 好 equals to lie， 就是意思是讲部分的事实啦，一个代志若敢若一部分的事实吼，讲出来尔吼，等于是白贼啦。你若看新闻，你就知影吼。即个新闻报道，定定拢敢若报一部分尔，另外一部分拢无报吼。部分的事实吼，定定就是白贼。所以主爱咱测验嘛 ，discern 啊，就是祈祷、安静、读圣经吼。啊，咱爱求圣神，咱爱专心决定要军队顺服主。你决定你要顺服主哦，吼，所以你就会尽力伫祈祷的中间测验讲，这到底是毋是主的心意？努力往迄个方向去行啦。虽然有时阵咱嘛是受到真济代志的欺骗，毋过咱若决定要顺服主的旨意的时阵吼，主就帮助咱会当明白伊顺转良善的旨意吼。伫即个末后的世代吼，伫即个世界混乱的世代吼。魔鬼上厉害的步数吼，毋是毋是甲你骗吼，魔鬼上厉害就是，互你落入伫心思混乱的中间啦。白讲做乌的，乌的讲做白吼，但有对的讲做毋对，毋对讲欺骗啦，吼 manipulate 欺骗吼，所以测验需要时间吼。今仔日的世代有真侪人吼，该做的拢无做，不该做的吼。酷做吼，你知影迄个世界地理杂志电视的即个节目内面有一个节目，我真爱看哦，就是有一个即个教狗仔的专家吼，伊拢受邀请去人兜吼，若因兜的狗仔有啥物问题，就请即个狗仔专家去因兜来看有啥物问题，会当调整即个狗仔的即个不良的行为啦吼。有一遍有一集吼。我看足爱笑的，感觉足趣味吼。就是有一个伫美国的 Beverly Hills， 伫加州真富足侪电影明星拢住伫迄个所在吼。逐间厝拢足大间的吼。即间大厝吼，内底有一个女主人，甲饲一只树娃娃，树娃娃就是吉娃娃狗是吧？吉娃娃狗足细只的哦。因两个住伫遮吼，即个女主人足爱即只狗仔吼，逐工拢安尼摸安尼，一直浸，拢甲伊困伫眠床顶吼，伊逐工拢买10几种的玩具摆伫涂骹，互伊家己拣，今仔要耍啥物玩具啊？逐工拢叫餐厅煮迄落特别煮互宠物食的餐厅，煮互狗仔安尼，一工拢足营养的吼，有啥物肉，有啥物汤，逐工拢煮上来因兜，开起来佫烧烧吼。所以伊即只狗仔足享受伫即个所在吼。毋过有一个问题啦，因兜若有青份人来的时阵吼，即只狗仔吼就开始歹，喙齿就走出来，树娃娃足细只吼。毋过迄若喙齿若夹起来吼，足惊人的吼。骨若变吼，拢夹人夹着伤啦。甚至即个女主人的妈妈来，夹到骹拢规空吼。即个女主人都一直哭讲，哎呀，我都最爱我的狗仔啦吼，伊毋是对人歹啦，伊是吼无小心的啦，你着原谅伊啦吼。伊真心内真郁卒讲，哎呀，我即只狗仔吼，哪会安尼啊？我要安怎来治疗啦吼？所以就请即个专家来因兜，即个专家就用迄个摄像机偷看讲伊安怎吼。后来看了吼，伊就叫迄个女主人讲，来，咱边仔坐，咱小讲一下吼。伊真严肃问即个女主人吼，伊讲吼，你敢有真正想要改变你狗仔行为？有无？伊就开始讲，有啦，我足爱伊的啦，无伊吼，我人生过袂去啦，我上困难，讲一大堆。伊讲，我佫问你一遍哦，你真正无论付上任何代价，你拢要？互你即只狗仔会当改变过来，有好的行为。伊讲有啦，哭足久的吼。伊讲我甲你讲，你的狗仔的问题吼。伊讲你的狗仔的问题哦，注意听哦。伊讲你的狗仔的问题吼，就是吼，伊吼毋知影伊家己是一只狗仔。伊毋知影伊家己是一只狗仔哦，因为你自细汉吼，就甲伊饲到即间厝啊吼。
伊感觉伊甲你共款啦，伊毋是狗类，伊是人类啊，你食啥，伊食比你较好，你创啥，伊嘛会当创啥，伊去后园啊，你外面，你对待伊亲像人啊，所以伊毋知影伊家己是一只狗啊。毋过伊讲这毋是上大的问题哦，佫有另外一个问题，更较严重的就是伊甲你当作是伊的狗仔，伊甲你当作是伊的狗仔哦，因为你要伊做毋对代志，你讲好可爱哦，伊做啥物歹代志，你拢无管伊，有人来，伊嘛会当甲歹甲，拢无要紧，所以即间厝是啥因兜？狗仔因兜啊，毋是恁兜哦。所以有青份人来因兜，甲是正常还是无正常？正常啊，伊讲你角色颠倒啊，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安怎一直做，所以你互人角色颠倒我看即个影片了，笑我足欢喜，哈哈哈哈我嘛甲阮教兄弟姊妹讲即个故事转去大家拢讲牧师啊，我嘛是狗奴材料。我甲你讲真侪基督徒嘛是安尼啊，就是该做的无做，不该做安怎酷做啊，叫你读圣经，叫你灵修，叫你好好祈祷，叫你逐项代志拢爱尊主做大，有简单无？足简单的有要做无？真厉害啊，真认真啊咧我甲你讲，该做爱做，不该做的毋通做咱若该做的做的时阵有真侪代志会变做很简单，咱若该做的无做有真侪代志变做不简单啦阮的教会伫2015年的时阵真欢喜有一个机会，伫阮教会，阮所租的教会附近有一块地，已经有一间礼拜堂啊阮大家拢足喜欢的讲，哎哟，上帝有够好的，有够知影阮的需要，要为着阮准备一间礼拜堂爱要买即个礼拜堂我心内实在足欢喜的因为阮祈祷足久的时间，阮一直想要讲，阮有家己属于家己的礼拜堂毋过对要决定要买了后伫4个月中间需要募资，爱安怎？爱募款65万美金嘛，4个月资金需要足大的我这个少年呢，无啥物金钱的观念嘛，65万对我来讲，敢若65箍，意思差不多啦我感觉无问题后来时间愈来愈短我的心内开始敢若咧滚烧水啊愈来愈紧张的，一工过一工4个月是120工嘛一工一工一直进的时阵那联考伫要考试啊倒数几天毋过资金的欠缺佫足济的时阵心内足紧张的后来阮的同工有一个就甲我讲牧师啊，迄个听讲迄个美国有一个佛教的基金会因足有钱的因有一条基金特别是互别的宗教因若是要修理、要整修、要建堂，会当来请即条钱。即条钱请了会当无利息还因分期付款。佫会当上好的时阵，就是讲咱若符合伊的条件的时阵咱甚至15万美金拢总毋免还。我听了我心内想讲，若是上帝要祝福咱嘛是会当透过其他的宗教的基金会来祝福教会啊安尼是毋是足好的？有足好的无？你拢毋敢应你比我较熟练，你敢知？我本来想讲安尼嘛袂歹安尼一时15万美金就好啊毋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咱爱替伊小可做一下广告咧我心内感觉怪怪毋过我转去好啦，应该是无要紧啦，看要讲啥后来我转去祈祷的时阵安怎祈祷拢袂平安我祈祷袂平安，奇怪。
搁祈祷，嘛是袂平安吼。我问主讲，主啊，到底是倒位毋好啦？到底是倒位毋好哦？主甲我感动吼，讲吼，上帝无欠钱，是毋是？上帝有欠钱无？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伊讲啥就有啥吼。上帝无欠钱，啊，谁欠钱？你甲我啦，我嘛足欠钱的吼。上帝无欠钱啦，你甲我上欠钱啊吼。真理是上帝无欠钱，欠钱的人吼是咱心内的小心甲担忧啦。咱小心讲日子愈来愈近啊，无钱啊，要安怎啊？到时啊开天窗啊，我叫骂啊，等等吼。咱有足济真济家己的心思吼。毋过日子愈来愈近啊，迄个缺口诚大。后来我开会时阵，甲大家讲吼。各位同工吼，上帝甲我感动讲，伊无欠钱啦。讲牧师啊，咱有欠钱啦。毋过上帝讲伊无欠钱吼。后来即个代志就准拄煞，大家嘛感觉讲对啦，安尼是敢若无讲介好吼。后来呢，时间佫一直过吼，佫另外一个同工吼，佫甲我讲，牧师，我甲你讲哦吼，迄个有一个吼。伫捌州的一个大企业家，哇！这个名人足有名，全台湾拢熟悉伊吼。伊足听主的哦，伊嘛足慷慨的哦。听讲伊甲北加州的一个教会吼，因要建堂，奉献900万美金呢。咱这对伊来讲吼，简直就是迄个怎讲，一粒小石头啦吼。人伊吼足慷慨，若听到倒位有咧建堂，伊拢欢喜甲奉献哦。所以吼，我相信吼，咱若写批甲伊讲，咱教会需要吼，伊的确吼，至少5万、10万、15万、20万吼，凊彩啦，无要紧啦，咱求主啦吼。我讲了，我嘛心内足欢喜的，讲哦，袂歹哦吼。若真正讲有即个听主的大企业家要甲咱奉献吼，嘛是足好的吼。爱祈祷无？我甲你讲，逐项代志拢爱祈祷，莫掠做讲。听主的吼，咱就免祈祷；若无，毋是咱就毋是逐项代志都要祷告。我祈祷嘛是袂平安，上帝嘛互我感动，感动啥？我甲你讲一句，上帝无欠钱。我实在，迄个时阵我甲主讲，主啊，你若安尼啦，人听主吼，要甲你奉献啊，你甲你讲你无欠钱。你若安尼吼，毋过我甲主讲，主，这是你的教会，你家己处理啊，真诶啦，你的教会你家己处理。后来我当下甲同工讲吼，上帝讲伊佫无欠钱啦。看同工吼是起哄，你这少年啊不懂事哦，我迄个资金偌歹，你佫无欠钱，就写一张批的。老实讲，我熟悉即个大企业家的妈妈咧，吼，即个大企业家的妈妈吼。是阮老爸古早甲洗礼呢，所以阮有情义足深的啊。毋过主若讲袂使吼，咱就真正毋通落行。后来我就讲好，我忍耐，主我忍耐。吼，主我相信你无欠钱，你的确会用你的方法来赏赐阮教业。当阮安尼祈祷的时阵吼，过几若工拢无安怎讲拢。无消息啦！我讲一声嗨啊，主啊，我完全交互你吼。我甲你讲，就是当你完全交互上帝的时阵吼，当你的态度正确的时阵吼，主的照伊的方式做工吼。我甲我的同工拢总无想到吼，迄钱真正会对天顶落来。我毋是讲钱落来吼，阮开始收到足侪支票。这支票5000块、3000块、10000块、20000块吼，有真侪教会吼，有的是教会寄互阮，爱内面附一张批。伊讲，阮教会有建堂基金，毋过阮知影阮无才调建堂，所以阮将阮的祝福寄互恁。我毋捌伊哦，伊嘛毋捌我哦，吼，伊嘛毋捌我是啥哦，伊就讲将因的建堂基金寄互阮。阮大家看着支票，大家手咧皮皮喘，主啊，感谢主，感谢主，阿罗主吼，2000块、3000块吼，有一天吼，有一个阮附近的华人教会牧师吼，
阮平常时拢无咧交陪啦，啊，伊嘛毋捌我，我嘛毋捌伊，伊敲电话互我讲，来，谢牧师你来。我讲要做什么？我去伊遐吼，伊昨天甲我讲吼，我听讲恁教会咧建堂吼，伊讲真好啊吼，啊，伊讲阮教会嘛咧建堂，伊讲因教会嘛咧建堂啦吼，伊讲毋过吼，上帝感动阮吼，将阮建堂基金的1/10奉献互恁，敢有可能？我讲，你讲一遍，我惊我吼耳孔可能。伊讲，阮教会嘛在建堂，上帝感动阮，将阮建堂基金的1/10奉献互恁。吼，我当场吼，你知目屎就流出来啊！吼，我感觉这是上帝做的工啊！阮一点仔亏得拢无啊！阮所做就是卖做，专心祈祷，上帝就照伊的心意，真正将阮需要的加添互阮。当时我嘛出去搁教会吼，拢去募款吼。毋过上帝爱阮袂使讨钱吼，所以阮募款的时阵吼，我徛伫讲台顶吼，我甲其他教会兄弟姊妹讲，上帝讲伊无欠钱吼，所以你毋通施舍互阮哦。吼，啊你嘛毋通吼，想讲啊，这牧师哈可怜啊，啊欠啊侪钱啊，啊甲教会要去建堂啊无钱吼，啊我甲你可怜，你毋通可怜上帝哦吼。啊你若是有感动，请你伫感动的中间，照你的感动回应上帝就好啊。啊，阮定定拢想讲啊，去大间的吼较好吼，啊去细间的吼啊就较少吼。啊有一工吼，我行入去，迄工礼拜吼，连牧师我甲苏琴拢总10个啊！我讲哇，今仔日可能业绩无好哦吼，啊，我着无要紧，照上帝的心意吼，心内咧想讲可能无款吼，毋过后来迄工吼，阮接到即间教会寄互阮的支票，伊是伫阮所有无款教会的中间，互阮上济，互阮15万美金，就即间细间教会互阮15万美金嘛。我讲主啊，那安尼？主甲我讲，不要凭眼见。咱做主的工吼，袂使靠目睭呢，咱爱靠主、靠祈祷、靠咱熟练甲主的结连来行主的道路啊！啊，无咱真容易就陷落伫世界的迄个混乱的中间吼，直到互咱毋知影上帝要爱咱做啥物工啊！哦，自即边。阮的建堂的过程吼，我知影上帝透过建堂的即个过程，来重新互阮的同工甲兄弟姊妹知影讲，一切拢是上帝做工，上帝啊，毋是人咧做工啊，毋是牧师咧做工啊，咱只是尽忠转来伫祈祷的中间来测验主的心意。所以伫迄个中间，我心内非常的感动，嘛感谢上帝吼。因为我伫献堂的迄礼拜中间，我甲兄弟姊妹讲，咱所有看到一切，拢毋是咱做的，是主做的。所以自打开始，咱来照主的脚步来行伫主的工的中间，咱毋通家己做主啊，因为咱已经将咱的身躯献上，诚做献祭，要互主来使用。所以保罗讲，主的工掌权是主，咱服侍人、军队主的人吼，实在无通夸口啊！只有专心顺服主的心意。有阿免无？有啦，阿免啦，真诶啦。咱只有顺服主的心意，咱才会看到哦，主原来是又奥妙，吼，搁好，搁水，搁顺转，搁良善的旨意伫咱的中间。啊，阮教会有一个退休的老医生吼，伊80岁才来无道吼，啊，伫阮的教会出入吼，啊，真爱伫教会中间兄弟姊妹交陪啊，上认真的伊拢会讲道，伊拢会抄笔记吼，抄了拢会问我足侪问题吼，啊，问问题中间吼，就真好的交陪。啊，伊无道吼，6、7年吼，80岁来无道6、7年吼，拢足认真的吼。啊，有真侪时阵就想问讲，啊，伊会当较紧洗礼，真做基督徒吼。啊，伊有一工吼，甲我问一个问题，伊讲吼，老师啊，我甲你请问吼，请问就是讲，咱信主的人甲无信主的人吼，迄个
共款的共通点是啥？我想讲，伊要甲我考试呢吼。好啊，安尼我爱好好啊回答一下吼。我想讲共通点吼，哦，迄个新学的册爱变变咧，共通点吼，共通点就是咱拢是做人啦吼。后来我就甲伊回应讲啊，某咪医生吼，我甲你讲吼，即个咱信主甲无信主的人，共通点就是咱拢是做人啦吼。伊讲好，牧师真好，毋过你着一半尔。伊甲我讲我着一半咧。伊讲咱拢是蒙恩的罪人。咱是罪人哦，毋过咱是蒙恩的哦，吼啊有信的吼，就是咱知影，即个是伫主的恩典的内面，要来领受主迄个完全的恩典。啊无信的嘛是罪人，嘛是蒙恩，毋过因也毋知影要安怎入来伫主的家的中间吼。我感觉有真侪时阵，主将无道友下伫咱的中间吼，是互咱看到咱家己的心境，你知毋知？我感觉即个无道友的即个老医生吼。伫我教会中间，互我得到足大的帮助吼。其实咱拢是蒙恩的罪人，咱无通夸口吼。所以今仔日的圣经在第3节讲，咱毋通看家己超过咱应当看的啊。吼 oversee 超过咱家己应当看的吼。爱照上帝分互咱逐人的信心，合乎中道，就是照上帝的心意来看咱家己啦。咱常常用咱家己的方式来看咱家己吼，有时阵无的确完全的正确。啊，即个无道友的即个老医生对我有真侪的反省吼。啊，其实吼，咱无道友来教会吼，其实伊毋是要来听道理，你敢知？这是我对即个老先生吼对伊来启示，伊毋是要来听道理啦，伊要来看道理。什么意思？你知毋知？意思就是讲，咱定定传福音啊，讲真理啊，讲见证啊，讲啊喙角全破吼。啊，结果吼，无道友要看讲吼，你是毋是会当行出你所讲的真理？你是毋是会当行出来哦？你讲啊足好的哦，啊我看你会当行出来无？会无？会无？吼，伊要看咱是毋是当行出来吼？所以吼，咱有时阵讲真理。啊，行出来是啥物理？歪理啊！讲真理，行歪理吼。安尼因着安怎打折？就讲哦，啊，这个真理吼，可怜吼。我有一个好朋友吼，啊，伊是美食家，常常拢爱去餐厅去食物件，啊，食甲吼，啊，伊拢会若去好的餐厅，伊就甲我新开的餐厅，伊就甲我写讲今仔日去倒一间，地址倒一间吼。啊，食什么菜？什么菜？啊，伊拢来打星星吼，5颗星最高啊！啊，伊拢会去啦，讲今天2颗星，吼，倒一间卖去。啊，后来伊食哦，这颗4颗星，哦，4颗半，哦，所以我就看伊的赖了吼，感觉哦4颗半好，我嘛爱食吼，我嘛去餐厅吼，去甲伊食4颗半的吼，食了吼，你感觉安怎？无安怎啦。4颗半的吼，伊讲的吼，拢，我感觉无较好啦。所以伊互4颗半吼，我全爱甲伊回伊的赖讲，你讲4颗半，我2颗半尔，吼。啊后来伊佫有一遍，吼，伊佫讲啊，即间新开的伫倒位吼，我给他3颗星，伊讲3颗星啦。啊，拄啊好有一个时间就爱经过，我讲啊，伊讲3颗星好，我去食看卖，哦。好好吃哦！我4颗半，所以1遍2遍了吼，我就知影。查啥你知无？伊若分数足悬的吼，我爱安怎打折？伊若4颗半，我拢卖去。啊，伊若2颗3颗的吼，我安怎？啊，紧去吼！咱的人心的中间吼，有一个自动调整的这个系统有无？吼。求主帮助咱吼，咱的朋友吼，毋通对咱的信仰会当自我调整，你知影我的意思无？你讲啊足好诶，啊看你哇2颗半，吼，啊是讲看你无，毋过你的行为会行出来吼。有一遍我问即个老医生讲，啊你来阮教会遐久啊吼，啊甲别甲你招生，你拢袂敢若袂吼？你是毋是有你是安怎一直要来阮教会哈？啊，你哪无爱去别间教会呢？伊讲吼，伊甲我讲一个代志，互我插一条吼。伊讲吼，
我来恁教会吼，是要看恁的教会中间是毋是讲真理，还佫行真理啦。吼，伊讲吼，恁教会中间吼，有真侪人，真侪人啊，迄个我不在乎吼。毋过有一两个吼，我足好奇的，因的疼心是对倒位来的啊？因为我足想要知影，因的疼心是对倒位来的。因讲啥我不在乎，毋过因的行为，因的迄个疼心，因迄个怜悯，迄个对人的关心，是对倒位来的？伊讲我真好奇，吼，感谢上帝吼，咱伫教会中间吼，行道比传道较重要。所以雅各书讲吼，你的信心若是无行为吼，你的信心吼是死的。求主帮衬咱吼。保罗讲，毋通看家己超过咱应当看，爱照上帝互咱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吼，毋通骄傲，讲无我袂使，嘛毋通自卑吼，把自卑当作谦卑，讲我袂使，我啥物拢袂晓，毋免安尼啦。是应当看的意思，就是应当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咱家己，因为咱家己的眼光会安怎？有可能会偏差，你敢知？咱家己看咱家己的眼光，有真侪时阵是无正确的。意思是爱用上帝的看法吼。我当下对神学院毕业无偌久，伫牧养教会嘛无几年的中间，有一遍有一个北州美国德州的教会敲电话互我。讲小牧师阮望会当领袖会，请你来陪灵吼。我听着陪灵，我就惊一跳，讲我这个菜鸟牧师吼，我要去倒位不共陪灵啊？我阁欠人陪灵的，人阁叫我陪灵吼。所以我就伫电话中间我讲，哎呦，不要开玩笑了啦！哎呀，我不行啦，我这么菜啦吼！我是什么咖？我怎么可以去甲你陪灵啦？你去找别人啦，你莫找我啦！我电话挂掉吼。上帝随时责备我，责备我啥？你敢知？是上帝拣我，还是人拣我？吼，你哪会使家己讲家己？吼，无才调，家己讲家己是什么咖？家己讲家己，啥物拢袂晓。吼，后来我阁若半暝若困的时阵吼，上帝就会提醒我困袂去吼，就起来祈祷吼。上帝讲，虽望你无啥物大荣耀，通互人真做人的帮衬吼，毋过你有真侪失败的过程，失败吼，你有真侪挫折，你有真侪做毋对决定的时阵吼，你会当将你过去的失败、精进甲痛苦的经验，甲同工来分享。我讲哈，主啊！你哪会遮尔残忍？要分享我过去失败的经验，好啦吼。过顶工我就甲同工敲电话，我讲我先甲你回息咧吼。昨日邀请我的时阵吼，我妄自菲薄啦。我家己讲我家己拢无够格，啥物拢袂晓吼。毋过我相信，若是主透过恁的教会要邀请我，的确有上帝美好的心意，所以我就甲伊讲，好，恁若还袂找着后一个，你就安排我，吼，我甲时间留出来。为着恁来祈祷，为着我家己祈祷，为着即个领袖会甲陪灵来祈祷吼。后来我去分享3工，这3工的中间，我拢总在讲我过去的失败、精进、痛苦伫服侍中间，侪的挫折感吼。后来吼分享了，有同工甲我讲，牧师啊，阮真正足会当体会吼，你伫即个教会牧养的中间，甲教会事工的中间的失败甲挫折吼，因为讲伫即年的中间吼，阮所有的同工吼，拢伫挫败的中间，毋知影要安怎行主的道路啊。伊讲你失败的经验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大的鼓励。吼，伊讲特别若有人来，拢讲成功成功成功，伊讲吼，拢无人讲失败吼。伊讲你的失败是伫阮的心内有足大的快乐，知影阮要安怎向前行。我头壳绕绕的讲，主啊，你好幽默哦！想袂到咱的失败，咱的软弱，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甲帮衬吼。所以毋通看轻咱的软弱啊，因为咱本来就是软弱的人。毋通看轻咱跋倒失败的经验吼，即个世界足侪人爱听成功的经验吼，兼毋知影上帝甲奥妙，
放伫咱跋倒失败的经验的内面吗？上帝甲伊奥妙的经验放伫咱的失败内面吼，所以咱才会当伫恩典的内面无自夸啦，吼，靠主得胜，这是咱信仰上奥妙的秘诀。求主帮助咱，求主恩待咱，也互咱得当教会啊！我感觉得当教会对我来讲是属灵吼即个属灵的母会啦，吼，养饲我啊，定定我若困难的中间，就想着过去得当教会的经验有时阵我会打电话互曾牧师，他有陈牧师，我嘛邀请曾牧师、陈牧师来阮的教会对阮来分享有真侪交陪的中间吼，我感觉上帝真恩待我。互我会当认捌即场教会认捌曾牧师、陈牧师吼，愿上帝的恩典伫咱正人的中间。虽然咱伫无共款的国家吼，伫无共款的地区，咱拢共款讲台语，毋过我相信咱所信的是一个主啦，共一个主，同感一灵。愿上帝祝福阮的教会，祝福我祝福得当教会的主，平平伫每一个地区。拢互咱伫教会中间，成做正人的帮助愿上帝祝福咱我真正伫个中间真受即个兄弟姊妹的即个帮助甲带领，愿主的大能吼会当赏赐咱无做表面的，无做虚假竞争制度吼递到互咱的听心又有损害啦感谢上帝丰富的恩典。咱三个头来祈祷，奉主的名丰富灵敏的主，会当互阮今仔日伫即个所在来领受主你对阮所讲的话语互我所讲的无成做自我的偏颇，也互阮对圣经所领受保罗的真理，知影万行事斗来，拢是为着迄个听主的人。主求你帮助阮，也大大的祝福甲恩典临到伫阮得当教会中间，也祝福阮得当教会伫即个教会社区所有一切事工的中间，会当扩深愈来愈深化知影主丰富的恩典伫曾牧师、陈牧师的带领下面，时常会当亲近主，享受主同在的奥妙。阮献上满满的感恩祝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恳求，阿门。三个来吟圣诗，452首。上帝疼痛，他会遐大，欢喜喜乐，互我敬我卑微小可的人，互我甲伊群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我靠会得伊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迄日，请记入伊元首。我在。
请坐，奉献。请坐，平安礼听陈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真感谢主吼，互咱一个真好的机会。咱伫今仔日有信宗牧师、信中牧师来到咱的中间。伊伫民国86年来咱遮为加拿大吼来咱台湾的时阵，伫咱的教会3个月实习，是一个真漂泊、真少年吼，佮真古锥的新学生。伊对人足热情吼，伊即个热情拢无变啦，一直到今仔日，伊对人，逐个人拢，迄是个优点吼。伊甲逐个人拢会当真亲近、交谈，真自然的关心人吼。上帝真祝福伊。伊头拄仔真客气，伊直讲有足侪失败咧。其实吼，伊的教会的牧养足好势吼，会友足三疼。伊伫遐得到会友足大的尊敬。曾牧师咧讲笑，讲阮得要退休啊。既然吼，咱遐尼有缘，无你转来台湾，转来得当教会吼，阮交互你安尼啦吼。人伊迄北美的大牧师吼，毋知有要来无？即点咱就毋知啊啦吼。迄是迄个我甲牧师咧期待。真欢喜今仔日搁倒转来咱的
咱的中间吼，一点仔都无变啦吼，一点仔都无老啦吼，拢共款。啊，真感谢主，人真奇妙吼，我感觉人足奇妙的。伫阮行到即马，常常会搁较少年的时阵吼，会人来相拄吼，这是真奇妙的代志。愿主祝福伊，伊可能伫5月，伊就要搁倒转去美国啊吼，但愿上帝带领因吼，伫美国的疫情吼真大，无像咱的台湾遐尼轻松吼。接续我要来补充一个报告，5月初9是母亲节，迄日拄好妇女的主日，咱迄日因为咱了有一个庆祝的活动，咱的周报写有一点仔怪啦吼，咱像礼拜了，恁要搁练习的无啦。迄个周报第3点讲主日后妇女要做伙练习是即礼拜，迄个5月初9，咱妇女主日，因为后壁咱有庆祝的活动，所以咱的礼拜提早伫9点半开始，咱就无搁敬拜赞美。9点半了，咱有40分钟的庆祝的活动。即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吼，请每一个人拢爱留来吼。留落来人，咱有要准备中餐。咱请咱的干事来登记。你若要参加迄个中餐的人吼，请你登记吼。迄个中餐嘛是要出乎恁的意料吼，嘿，这拢是秘密咧进行，所以请恁爱登记，嘛请恁来看咱即届真无共款的迄个准备的节目。搁来就是讲。因为恁伫5月初后礼拜要元斗教会，咱教会需要准备节目，咱等一个礼拜了留落来，就是要伫5月初1的活动吼，唱歌吼。伫中昼妇女团契要甲宪庄牧师吼做伙交陪，若有时间的妇女，请恁留落来吼，留落来。下面咱要特别来为着。后礼拜要考大学的学生来祈祷，仪容仪乐吼，恁拄仔来伫遮，因后礼拜要去考大学吼，请仪容仪乐恁出来头前，咱今仔真福气哦，有2个牧师要替恁祈祷吼。来，你慢听听，来，迄个生日预期。
这是宝贝哦。那么请牧师来，咱这礼拜生日祷告吼，有立新、陈浩啊，还有一个陈浩、柯汉明、杜晴、阿雨琪、陈浩跟陈浩啊，来两个陈浩以及陈浩来，这个牧师来领我，来请信众牧师。啊，上帝祝福你，生日祝福，生日的祝福，陈浩，对陈浩，对，张牧师。好，主的名为着以奇甲陈浩来到主的面头前，主你丰富的恩典，真正看到世界，伊讲这天国亲像世界的款式，会来进入一个主的美好的国度。主愿将这两个囡仔完全献伫主的面头前，主求你赏赐伊智慧，互因有聪明，互因知影时常倚靠主，互因知影伫主的内面是上甘甜、上甜蜜的。时常有主的荣耀甲伊相甲伫地，互因甲朋友、家庭的中间，甲未来读册，甲做事，主拢有你奥妙美好的恩典甲伊相甲伫地。为着伊慈陈好来祝福，愿因每一年每一天都是主丰富的恩典来献上满满的感恩祝福祈祷，主耶稣基督圣名来讲。再来，咱要来颁发杨马村的奖学金吼。咱拢总出来了。那个大学有新平、新德、启恩、义成、义明、平凡、宜兴、陈怡秀、林怡欣、陈志宪。不对哦，来大学先出来了。大学先出来了。大学，新平，新德妈妈来，新爸爸来，启恩，义成，阿玲，黄梅，新呢，陈怡秀，宪甲迄个林妈妈，亚丽甲迄个丽芬等遮人领吼。好，来，上帝祝福你，互你愈来愈进步。来，我们请大学的下去。再来，再来有国中的吼，这个乔恩、千亿、惠安、维泽，高中，这个有高中的义安、以荣、以乐、以义、硕恩，来高中的来。国中的乔恩、千亿、惠安、维泽，我你全那边了。第二班。国小的以恩、齐先、善如、善智。好，来国小。你们站前面。按你的嘞。贺齐轩。好了，这里善如、善智、乔恩、许恩什么？齐谦。惠安、维泽。依然带着妈妈。
本周的聚会，基督会拜三暗时8点日礼拜堂，家庭礼拜暂停，青少年团契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的2楼。圣港的服侍下周的书会，张丰仁执事领诗青少课，苏琴刘一鸣兄弟书献，陈美秀廖美娥执事交台第3组爱餐暂停。新眼光的读经表，咱照安尼家己领受。具体交通，欢迎兄弟参加礼拜六早起10点圣言上岛灵修读经祈祷会。拜六暗时7点研经查经。这期的主题是耶稣的故事甲比喻。5月初下晡点半，二林区妇女组伫元斗教会举办庆祝母亲节活动，欢迎妇女同齐参加。要去请郭依玲会长报名。5月初9是妇女主日，9点半开始无敬拜赞美，提前准备参加礼拜。主日后有庆祝活动。第4，今年的妇女团契读册会，孕儿未献的罪，一本是250块，要买参依玲会长登记。咱杨雅春执事既然奖学金，咱已经颁发。第6，疫情的期间确保健康，请大家做好自我保护。出席礼拜甲聚会，请戴喙安。咱也为生日的兄弟代祷，奉献报告咱家己看。若有出入早过节人员欢迎。代祷事项：第1，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2，请为身体欠安的兄弟祈祷；第3，为青少年心灵甲课业祈祷；第4，为适婚的青年祈祷；第5，为姊妹教会祈祷。韩国妇人集德克达亚。以上。来吟上言509首，吟随线，请谢牧师祝祷，请起立吟全首。咱三个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甲圣神完全的相通，甲咱每一个人三个做伙，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